Hello 姐姐， Hello，你好，係你叫咩名？我叫阿 Min 啊，今年幾多歲？ 40歲，結咗婚未？我結咗啦，結咗啊，OK。有冇小朋友係啊？冇啊，冇，OK。未諗住生小朋友啊？未啊，我而家呢咗份噶啦，哦，OK，好啊。姐姐，你想咩狗啊？哦，會教，會教。咁你識唔食豬肉啊我唔食，只不過我會廚豬肉咯， ？OK。咁你幾高？我148， OK。咁磅重咧45， ？OK。姐姐，你喺香港做咗幾多年啊？差唔多2000到而家咧，舊年5月啊，哦，9年05個月，OK。咁你平時照顧咩咧？做多喺香港照顧咩咧？我中意其實我中意照顧老人家，只不過未做乜都冇所謂嘅，最緊要我哋合咪呢個夾啊，我同佢住。哦，OK，就或者做得開心係嘛？係啦係啦啊，OK，好啊。係啊係啊姐姐，咁你識唔識煮中國菜啊？食係煮咩餸啊？炒菜啊，跟住蒸豬肉啊，蒸魚啊，麻婆豆腐啊，蒸好多嘅。好多嘢嘅，煲湯都食係嘛食？OK，咕嚕肉咧？咕嚕肉識唔識啊？甜酸醬嗰啲。嗰女要食，嗰女要食。正喎，OK。咁你做到9年，你有冇食煙啊？冇啊冇，有冇飲酒啊冇啊，我會教唔得㗎。 ？OK，你健康嘅係啊，我中意健康。 ，OK。咁你有冇咩啊嗰啲皮膚敏感啊、食嘢敏感啊嗰啲你有冇啊？冇啊，冇，好啊，好啊。咁你咁耐喺香港有冇試過借錢喺銀行冇啊，我唔中意借錢㗎。 ？OK，好，中意人工高啲係嘛？OK，好。係啊係啊，努 OK，力姐姐，努力做好努力做，OK，努力工作，係啊係啊好的㗎。跟住你有冇紋身？打刀咩啊，打刀。我冇啊，我唔中意，冇啊。 OK，姐姐你諗住做到幾多年喺香港啊？沖涼。如果啱咧，我想揾個僱主啱，跟住咧，我想要佢滿約renew咁樣嘅。哦，唔知姐姐做到。 ，OK，你證明你好中意喺香港啦，係嘛係啊。 ？OK，好啊，唔該晒姐姐。唔 OK，使好啊。唔使客氣，我都唔該晒你啊。好啦，拜拜。 OK，拜拜。